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今天对最高人民检察院。1981年1月25日，四人帮世纪大审判结束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判，毛泽东的威松江青被判死刑，假罪2年，后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。不过20年后，江青食药自尽。F-16战斗机坠毁的现场，火还不断的在烧，大火就这么把一架高性能战机给吞噬了。1999年1月25日，空军一台 F-16双座战斗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，在台东太麻里山区失事。空军雷达是在下午5点发现这架战机的光点从雷达幕上消失，从此就失去了联系。后来发现飞机已经爆炸坠毁在台东县太麻里乡北里村海拔900公尺的金针山山上。事件意外造成2名飞行员不幸殉尽。